李东良传道弘立牧师感恩礼拜开始，请奏乐。咱请按摩团进调为转加音。伊所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咱今仔日遮三甲组织要举行这个受职的弘立牧师的礼拜，愿主赐福这个盛会。咱这个时要三甲来吟圣诗51首。要来信仰的告别，咱要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命。
咱这点有缘徛咧，咱要请其他信牧师来带咱祈祷。请咱三角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创造万物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拯救阮。搁伫你所听的百姓中间，你呼召人来做你福音的工作，所以阮才看见主你伟大的圣国会当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伫这个大欢喜的日子，阮三角的参悟，伫你所听的教会，伫你所听的国度的中间，我看到你所竞选的罗卜，你当中传道师，我们伫这参悟三角界做欢喜，伫丰富的感恩的礼拜。主啊，我献上我心的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看最好。我来伫遮感谢你，伫早前你对伊的呼召，互伊会当感受到这是上帝对伊一个启示，也互你直接对伊来伫伊的生命中间产生，伊为着要回应这个呼召，伊伫伊的工作以外，伊一定要来行这条献身互上帝，你来使用的道路，所以去读神啊伊，但也已经毕业了后，上帝你也要大用伊。感谢你，因为是你的呼召，伊才会当安尼伫人生的中间，伫无共款的人生的道道，伊安尼来真做处理的你的采用。主啊，伫遮恳求主你大大祝福，伫你所找、你所找拣、竞选的女童团队，甲伊的全家，互伊会当三角甲上帝你做来同工，为着福音来征战。为着这个世代会当互万民归向你，也互伊会当来尽心尽忠、尽力、尽心尽力来打拼，将福音会当来广传，互你的名通得到高举，求你亲自祝福，求你亲自帮赞，互伊甲伊的全家拢会当三个参与伫服侍你的圣道的工程内面。我恳求你帮助阮，也互阮会当介做做好的同工，伫将来伫福音的国度内面。阮三个真最后伊的肢体，所有每一个甲伊三个参与伫圣经内面的人，拢会当伫你的引线内面，大家做伙同心拍拼来努力。主啊，我来恳求主，你享受教业用的恩典甲智慧，互你的萝卜，你当传道，也面伊要互你做事了后，你互伊所做一切，拢会当完全踏进你的心里，互咱照你的旨意来做，互伊好大特助公强。伫一切圣经的革命所带出的果效，真正是通用跟上帝，搁通利益伫正人。我恳求你安尼来听伊，帮助伊，也求你看顾你的萝卜伫牧会中间，伊的家庭、伊生活，搁伫伊所做的一切，搁伫伊伫即场的工，也拢会当平平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同心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请坐。这点，咱要请民族路长老教会来学乐、来赞美，为着主的荣耀。Would you please
的无好，迄个重要。咱即个时阵要请食俗花牧师来恭读上帝话《路加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今日做要来领受上帝话，《路加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约翰所做的人去了，耶稣才提起约翰，对众人讲：恁前出去旷野，要看什么？是路着暴风吹顶东吗？恁出去要看什么？是人穿有软的衣裳吗？你看，穿衫行伍，享受宴乐的是伫王宫，安尼，恁出去要看什么？先知人吗？是啦，我甲你讲，也是较赢过先知的。这人就是因为所指的讲，你看，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伊要伫你的头前备办你的路。咱即个时要请黄祖浩牧师呢，来讲道，伊咧讲的题目是上帝所欢喜的福幕。各位兄弟们平安。今仔日是咱一生中真啊欢喜快乐，佮真正严肃的一个聚会。所以受聘请，讲爱来到这个所在来主持这个会。不但安尼那样，讲叫我爱思索感动，而且佫一个反广时间的问题，阮人请我讲20分钟，我就讲歹啦。我同来讲40分，啊，即阵问嘛讲爱30分，啊，讲20分，老板唔特别怎讲，我咧家己咧心内安尼吃，但是我首先要感谢，今仔日本人咱家己这个所在，我咱大家要相当做一些上的稳固，我也先感谢咱的夏牧师，啊，迄个洪牧师，因为人真常好意，啊，说本人较免被肯定，但是因为真常好意，爱我这个所在，我是答应这趟去。我要毋捌主持这个会，讲伫暗晡的时，就爱诚做讲一个主持者。啊，定等当的，应该是爱分开，我若要做主持的，爱甲我做主持就好，应该讲个爱请伊牧师来，大家拢真啊客气，所以我决定也是来接纳其他的工作。我所定的题目就讲，这是上帝要按你牧师，就讲什么题目上好，按照咱拄则做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到27节内面所写这段，应该头一段头前英文还好写落去，但是是讲互我限制时间，我说头段在英文，无有像对你讲，安尼爱省略一寡时间。我想讲这个题目用上帝所喜悦的东西，今仔日必须按我给你翻到。伊将来今仔日开始，对今日开始正式去做牧师。做牧师就爱做上帝所喜悦、所欢喜的吩咐啊！真正奇怪，耶稣的约翰分对咱主耶稣基督，分对已经有一段时间。要算年日来讲，伊是比耶稣基督早10个月出世。所以到年大汉了后，就是精选伊来做传道。但是伊为什么伊是精选来做传道？啊，为什么伊呈现伊的学生来问耶稣一句话？讲耶稣啊，
阮说着爱等候的，是等候你嘛，还是着爱等候别人？即句话若互人听着，也是咱咧家所听着的是，伊的心永远真难过。杨先生还本身是竞选，也是想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为什么你时间叫学生来为耶稣？不管等候你，还是爱等候别人，差不多对耶稣都真啊适当。你做我的先锋者，你嘛知影我是耶稣，我会做什么代志，你拢知影。你替我讲真侪道理，你有真侪好模样，为什么用这句话叫学生来问我呢？表示你本身对耶稣的希望完全拢无去啦。但是耶稣都无讲对句话。这个代志，因为学生转去了后，耶稣才开始讲几句话。讲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伊知影，行这个还有本身，已经活过了，因为伊受关叛关伫家己，既然伊是耶稣的先锋者，伊来问耶稣这句话，互伊做失望，是安怎？就是耶稣有家己的信仰，伊也无信仰对我，伊也知，但是我已经。受了去关家己，耶稣你连惊一骹无来看我你拢无，你这个人做伊无认真。那安尼我相信你是世界来救主，世界来救主嘛救袂着，连我家己本身嘛救袂着，用迄个失望的话语来叫学生来问耶稣这句话。但是耶稣伊听着的是，伊有甚物回应，伊的心会如何？一定是足艰苦的，但是想要到，咱若对7章14节开始，法律结果不是太平自在，而且佫用好话来娱乐，惊死了汉。我用我伫这个所在最要紧，要讲到24节到27节，这几节的圣经就是叫做耶稣基督娱乐。行下说的约翰，伊的工作的成功点。今仔日我用这个地方，上帝所喜爱的部分是什么？爱亲像有行说的本身，耶稣咧来娱乐，伊是在对主耶稣基督已经100分啊！咱下午用这几十分的时间来看，到底耶稣。娱乐行说了还娱乐什么话？伊用3句诗来娱乐。这3句诗有出来，但是无人写迄个谱出来。要按怎唱，我嘛唔知要怎唱，无我就唱来听。但是咱内面有真侪受音乐教育的人，恁较资深的人，我讲你可以从耶稣基督。所来娱乐迄3句诗，大写做三首，还是要讲1首，爱用3句做1首，安尼来娱乐。我感觉耶稣基督娱乐这3句是真正简单。伊一句话，第一句话讲什么？恁到旷野是要看什么？是要看互找顶头的路径吗？过落去，我结束了。然后去第2句，恁到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穿有那个衣服的人吗？若是恁个人无住伫这旷野，是住伫王中的人，袂向心的人。随时结束了，耶稣佫讲第3句，恁到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耶稣替人引导，像先知，恁若到伫旷野。你要看什么人？要看真正的先知。耶稣大家淡薄咧讲起到为什么大家爱看先知？耶稣咧话就本身最伟大的表现是什么话？做耶稣基督的先锋者。若要讲起来分析，第一句，你到底旷野是要看什么？
是要看何风吹叮当如意嘛？耶稣若要甲咱领导，绝对有心。如意是什么意思？如意就是真正喜悦的一支草物件。若要照咱台湾现在每年年底有一款插感谢的，感谢会开花出来，写较好看物件，伊是真正公平性质，毋是一个乱用。耶稣就地出产，用这个如意来讲说，伊要学落的一句真正实用的。那如意来讲，一般是犹太的这个河的内面一种花，又讲起到如意的这个弱点，写家己啊听。啊，若讲风吹来时，都伊就来叫去；若靠北风，伊就南风南边来行咧；若靠南风，啊就北边来行咧；靠东风就西来行咧；靠西风就变做东风来行咧。安尼说，落雨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何风来吹来吹去。伊无家己会志气伊个。那安尼讲起来，耶稣问讲：恁到公仔是要看什么？要看何风吹叮当落雨嘛？落雨还佫一个特色，伊是空心空白的，但是拢无啥物。那假使风吹大天来的时，别出来就断去了。这个所在要甲咱讲什么？你的信用是什么？要做这个传道人，信用是很重要。你若假使无你公众的迄个信用，你听袂了，要做传道人实在也有听袂了。那假使无真自在的人，迄个传道人也有办法结束是失败。上帝好啊！今日会当实在来这个所在，我要讲这个现象。伫本时代公布的这个进程，正是最危险的时机。要互日本人导航这个危险，但是政府对伊国家有一项会禁令。恁若要礼拜时，恁若爱先日本的皇宫使个伫遐行礼三摆，除在唱个歌，然后咧讲安尼恁才会使做礼拜。我家己部长王金元牧师，伊甲你家己一个人去穿洋楼、洋色的礼拜。家己伫迄个所在经营教会，伊互日本人来教你，迄个时候台湾人，差不多台湾全岛的人，拢爱送去到台北的公会堂，伫迄个所在来受管教。卡里是警察局来问伊，来王警员，我甲你讲，你若想要家己做礼拜时，的确着爱行礼三摆，往上行礼，就讲唱国歌，听啦哟哇，你才会使敬拜上帝。王牧师来伊答什么？阮绝对无拜人，阮是拜上帝。皇帝嘛是人，上帝是上帝是真神，阮哋嘛无拜皇帝。去出版，你讲喂呀，会使礼拜，伊就甲要求，讲拜托，即件礼拜就是我家己去，我无所在人做，你嘛爱互我要求所在人做。我讲好，安尼会使，互你来做要求会使。这个牧师伊本身献身，伊对真理真啊明白。
人就是人，鬼就是鬼，上帝是上帝。爱明显，我受斩头嘛无要紧。原来每一个人即摆去讲一样，咱要叫做上帝落福，你有缘，就爱有这个教导。我有听到一个故事，是伫迄个南部，来是中老教会的问题。迄个最严的是，人拢有叫一个平安，来到礼拜堂参加你的礼拜。到礼拜上面转去时，两个士兵两千，对起礼拜上面转去信徒来危险，你要信仰说无？你若要信仰说，我甲你一手就叫伊死。啊，迄个时候信徒大家我要惊死，啊，当要死人的我，大家踢伫迄个门面，牧师要你到来这段是安怎？啊，就刷有心啊，要输啊！哎呦，跳落去看，我门内就是变电梯的所在危险。牧师做头前，是卖牧师我问你，你要信仰说无？会信。那无，我必须去。这个牧师就讲，我到死就要信耶稣。这是信用的问题。咱的信用嘅，徛起在有活的，你看，我有缘也要信。我会讲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了互咱大家知影，做牧师毋是真难容易。人千头拄伫咱的面前啊，安尼去陪，安尼来讲。你的信仰是改到，听听话，当你本身啊有这个代志的时，你伫遐也有缘，提来提去，要陪阿伊，这是看你的勇敢。所以我时间要讲来，这个耶稣从领到后面要看什么？要看何方吹领导有用。耶稣嘛知影讲，绝对不是。恁伫旷野会当看到一个挪威的信用的人，伫旷野所在，挪威是阮就讲，行出来人毋是毋是，行出来毋是动物叫，反正是个不好，也是个。第二步，你根本讲，你到底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你看像幼嫩的人的衣服啊，耶稣是哪个引导？那伫旷野要看像幼嫩衣服的人，要享受的人，绝对看袂到。那安尼，倒边来讲，无想要伫旷野来享受伊的生活。这是要教训咱什么？靠上帝来生活。过去真多很多人也有原捌为着伊的生活问题。到教会伫遐来，安尼抢迄种是个伊薪水了偌济，你著爱互我偌济，我著爱偌济享受，有这个人。但是耶稣就爱咱知影，耶稣人伊是靠伊的生活来，伊伫靠伊的生活，伊有想要穿幼嫩的衣服来享受的一生吗？无。你若看马太福音第3章内面记载真清楚，耶稣咧谈的就是伊的生活是靠上帝来生活。上帝把我给我这，我就完这个生活。那无一件事，我本身也是安尼个生活落去。我要讲一件事，第三个来讲，日本时代，日本有切派这个传说人。来到新的教会部分，一切的生活是拢伫日本行来，上无够，上无够，无价钱来，啊，若无价钱来咧，食饭到哪只？无人听。你看这个这个传道人安怎咧过生活？伊去啉水两水，560、30。啊！你啊，放起啦，啊，食饱啦。但是上无够，有一日去哦，一个信徒看见，哎呦，啊牧师啊，啊你神啊，你在啉这个水啊？我无人食啊，啊无人食，
要会有这个出来，会哇嘞，啊，有钱，来来，咱们去做一个是咱们看。所以说，这个日本的很多人，这个人，遐个教培是唔个，讲叫水，咩个水路啦，当然个水路嗰啲啦，佢从呢啲水啊，水啊出面来嘅。我讲这个故事，这个来知，做朋友啦，你唔能想讲生活嘅好，要食饭，上帝安排或者。力气，这样子。我相信咱出来其实，咱很多伫西安县教会，一个月大号，10分钱，那不可以。我那边要钱都从哪来的？村人领导去，看样那边生活。我们无人起来，就我们无人起来，想尽尽办法，迄个叫我聚会，迄个团队啦，有人个，你去讲信徒只有我大概看你讲信徒，你个叫以前的说一样子，还有电视是对的，无人吃那个信徒吃，这串的这那都无人吃，我到底可以有讲。那是为是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是什么？那有米人煮，煮买煮的，然后呢，去买一尾鱼啊，一尾那边按算一日，2个人买配一尾，煮汤，煮鱼汤的，配汤就好了。我有弟弟，我早都来除了很多说那个怎样，去修，上面大多煮鱼啊。给未来老人家，如像这个医生哟，用这个大厨啊，换物件，薄薄，这面还有菜，我安尼有人吃来不吃？来到底，我讲讲什么啊？你在知影我无人吃？我知影哦，我讲我唔知影。我有经过嘛，不是讲唔知，但是我一直是讲上帝的故事。万就假心，咱个讲啦，第三讲什么？你到底讲咩？到底是咩？是要赶先知吗？但是我死了，你别看我这个先知，这个牧师人判断人，伊是要做真正的先知，伊是比较说出去早6个月，伊会早出来把人家说讲。而且，伊是那介绍他说，上帝都用，都去世间人做呀。这个人真是真正的先知，先知先达，何必何达，不必不达。你要做先知先知啊？做先知先达，哪唔当做事？是不是啊？我不听不讲，做先知能做安尼。大汉就爱做先锋，我一生有一个感动，我主持结婚典礼了后，要吃好的事，有一个细小人甲我提出，因选我一句话，因那里主持结婚典礼是个牧师，咱采样你们食酒无啉酒，无食，咱这下道甲伊坐做伙人，咱拢会食薰爱啉酒，禁止大家拢袂使啉，伊牧师的面前袂使啉。我讲不要紧啦，恁平常时都有咧食，有咧啉嘛，安尼吼，太容易我啦，啉是就啉酒，我来看你也无用。讲起来是安尼，最钦佩现在咱看，比如说教会就是咱台湾靠这个炮台，因老了经济这个不容易。福音先头的所在，就是有愈做好，愈做好最开始，对咱做到。但讲也是。因若先有判断去的是，因来一般先设立如数到如数为好。因为病，一个人在人，我都真是感动。所以我是咩啊？伫破爱路这边啊，迄个，我开头先，
哦，对，日本政府应该你感觉正常，甲咱基督教要求，我们政府是太正常，下讲好，你无法度来就是做互你基督教设计，让你将这个下讲好，互阮做阮政府的看设，咱都手中面的。好建设落去，哪像建设落去啊？袂当真做社会幸福。属咱基督教，咱基督教的先伫台湾接受这个教会，人有迄个看真的目睭，有真济对教会来建设，这个是咱做先锋。咱的信用，咱信用的先锋。是社会咱认为是社会有当先锋，人就唔通去学社会，安尼咱听有无？因为这个时间太久啦，我就安尼简单的结束，互咱知影。耶稣用3首诗、3句诗来写这个领导，讲也是个啥事？你看，我最简单的路嘛。伊讲，听说话，伊毋是路，毋是遐尔咱乱用，伊是讲硬气的人。你个用安怎去把我黑我出在你，都要去往里往出，伊家里圣道的话，传播信徒拢无看到的。我对细汉就是伫这个环境来生活，就是恁。要看迄个树，又弄以后的人，若要看伊穿啥物衣啦，要享受的人，生活是要享受的人，你来往中叫人找，人找，那较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咱爱做真是先理先道，做耶稣基督爱国者，咱不是传咱耶稣，也伊做就是点。伊个条件是看上帝的爱慕，咱爱关心事情，咱想要哪一个？感谢这个幸福。我已经所来做这3项见证，你讲不管无能要做读书的人，还是咱境外教育服侍人，应该爱尽办这3项，这是真正的信用的表现。有主。也让阮伫咧就所相干的，阮来伫咧就叫伊道各自来所设的。咱坐下来，做学师，将上帝话来送互你同僚。也上过咱两经，可是这我是不简单。牧师不是人干的，但是今仔日就是你看到伊安尼跳落来安尼啊，总是这个步调是上的，所以无简单。做参与，咱这个是要来唱诗，信息。227首，万当心为这人主旨。Yeah.
会长请坐，咱们请李公荣团哥来誓约。下面要来誓约，我下面问要做牧师的这个李团哥，按你7项问题，请你注意谨慎来听。第一，你现在，我讲过去了，亲爱的你。你今日上帝甲教会面前，我按你几句话。第一，你现在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你确实这是上帝调用吗？是。第二，你相信旧约新约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的信仰甲真正的天赋吗？是。你是不是遵从美国太平国际新闻的这个信仰的要道，甲所宣明的基本圣经，仍然全面真理到无误的吗？是。你愿意谨慎家己做出灵性甲德性，殷勤研究圣经，以出你的专业伫生活中做信徒的话吗？是。你愿意忠心按着正义，不改信道，施行圣礼，忠心尽职，传福音，殷勤奉养上帝的教会，一生依靠以上帝来做对吗？是。这是后来你所信、所传、所行无合道理。迄个时候，你愿意顺着美国太平或者新人基督教？教会所写的教导，甲宪章条例吗？是，这个是条例。我该讲错你哪样？你看他是我教案的哦，叫宪章的条例处理。咱来理解，我来解释，我来理解，你为人民是上人文，对义务中竞选你，将宣传福音、福音教会的这个交予你，旅馆美国的总会虽然会干涉，愿你相信。真济的因素甲力量，互伊会当完成伊事业，因奉圣人应了以为，这种理由是可注意还是可注意？你要来按手。愿上帝将圣灵浇灌伫你心内，互你
立上帝的教会中，给咱的信牧师一份，愿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安守日子的后天，将上帝教会中牧师的责任交付你。天中忠心传讲圣道，福音教会是有新的。阿门。现在要来受祭。要给他宣言，我奉基督教、美国太平洋是新行的观点，这个基督教会来做牧师，同时同地的心的各位知影，牧师的这份甲观点，依照规定交代你。现在你受设立做牧师，也爱照顾上帝教会的。也爱谨慎你家己，以及你的教会，常常关心这事。因为安尼行，是要救你本身甲兄弟啦。在座的牧者，咱做来，啊，搁差不丢了。欢迎来握手，来表示鼓励，好无？牧者身份啊，甲即个丢乐会使，丢乐会使，吼，来丢乐牧者身份有无？来，张牧师来开，张牧师来，丢乐身份拢来吼。咱府中以及所有在座有丢乐身份拢来甲握手表示鼓励，吼。老弟，今天这里我到嘉德乡，咱要请李同勇牧师来讲感言。
咱首先足感谢上帝，会使讲今仔日的项目是无伫我的人生的计划内底，但是我感觉上帝有够疼我的，会当伫这根本个无可能项目的下面，或者种牧师遐尼努力，为着要甲我项目费很大的心血。伫遮，我非常的感谢。我足感谢的，就是讲，从我开始信主，上帝一直无离开我，会使引导我到即阵。互我开始信主，伫丹门县教会无道，伫遐洗礼，开始行信仰的道路。嘛足感谢上帝一直带领，互我会当讲。伫这信仰的顶面上，一骹步一骹步，完全拢行伫主的道路顶面。伫遮，我要感谢黄牧师、安牧师、林牧师、纪牧师，夏牧师、谢牧师因安尼，会当按摩，享受这按摩遐尼大的恩典，互我毋敢轻视这个恩典，因为伫遮。我嘛足感谢富强教会圣歌队、民族路的圣歌队，甲两间教会或者的长老、执事、甲会友，伫遮我足感谢今仔来参加我的红幕典礼礼拜，遮的亲朋戚友，遮的伫教会互相信仰的谈判。彼此一世人小扶持带领，互我真感动我嘛伫遮足感谢我的太太，我牧师娘，会使伫阮足无闲的当中，我去读神学院，接受上帝的呼召。伊安尼担起真大的重担，伫做侪侪事工，伫公司内底的调换，互我会当完成读神学院的学业，会使讲。是伫神学院咧读，我一方面会搁转去顾公司，一方面咧读册，暗时爱写报告，暗时爱做一寡功课。讲实在是非常无闲，但是感谢上帝，互我有迄个气力，有迄个能力，我伫3档内底去完成即个学业。出来了，因为我无法度好受派去专任的牧师，所以伫这当中。我只会当讲伫各间教会服侍虽然我无做专业的牧师，毋过我相信我的信仰的骹步，嘛是一骹步一骹步伫各间教会毋敢讲做10分完美的事工，但是我尽力帮助牧师来做教会事工伫遮我足感谢伫我服侍过的教会伫。牧师体系之下，互我伫东光教会、伫福国教会、伫乌来县教会，前安尼一路行来，到即阵伫富强教会，福音教会咧服侍，我是拢真正尽心尽力，嘛感谢上帝，互我毋是像一般的牧师，谈到牧师咧讲的，讲巴肚会枵着，也是烦恼讲领伤侪钱，这个问题，我感觉上帝真恩待我，互我伫经济上无这个困扰，毋免靠着教会社礼，互我会当尽心咧服侍。这个兄弟姊妹含因大有伫主内底互相交陪，这个彼此的感情，拢会使讲非常的伫咱圣经写的互相扶持、互相疼痛，会当彼此。伫教内底、主内底、集体内底互相造就，这是非常何等欢喜的代志。搁一遍来感谢各位今仔会当半价来参加我的项目的就职的礼拜。伫遮搁一遍感谢大家，也感谢各位牧长、各位长老、执事会当来参与我的这个礼拜。伫遮献上12万分的感谢，多谢大家。
咱即个时阵要唱一首歌，要请咱的富强长老教会信歌队为着主的荣耀。就写富强长老教会信歌队的祝歌，这个是要请安文的牧师来做介绍。大家平安，你牧师平安。今仔日看到你的情况，有烧尽我的心愿。我的饱满完成，美梦成真，感谢主。牧师你。
孙娘，爱应用，我这个屁股较轻松。其实我对李牧师，阮对民族开始一直同家熟悉，也讲较粗俗话，一路伊缀我行吼，我到倒位伊缀我到倒位咧，所以对民族路也入捌一半摆去地方仔去。后来去福岛、东宫，也搁再也捌去同镇中兴，也地富强，过来后来同镇即个福音教会。所以感谢上帝，伊足安尼欢喜真多为主来做工。我常常咧想讲，为着做工的一款的需要，应该爱有一个性质伫个心中会搁较方便，所以大概阮一年前，伫阮心中就是有迄款安尼真踊跃的一款期待，也一直准备啦吼，莫讲前，准备到今仔日，通讲成熟啦吼，一切完成，所以伫咱个中间出现一个。李牧师甲李牧师娘安尼吼，我甲你做几礼拜。李牧师伊第一摆信主，大概照我所知影是牧师娘带信主的，所以你功劳真大，你培养一个牧师了。迄个伊信主了，真正真一心追求。上帝我知影，上帝伫因的事业的顶面摆上存者努力跑拼。到今仔日，以前样样有缺，现在一无所缺。所以今仔日牧师咧讲，伫抗疫的中心会，可能你免经过迄款生活。上帝已经互你答复，总是我常常想一项，人生价值到底是啥物？有真侪人欢喜要做牧师，总是有机会去读神学院。你同神学院毕业，搁带人神学院毕业，你嘛有派去做传道师，因为事业的缘故，无去负任啦，总是抑有伫私下有做真侪即款好的工，所以今仔日有足侪只友子甲你鼓励，来互你即个读书，然后这是上帝特别互你恩典。我是感觉我心中对李牧师的期待，伫你的生命内面分做前半段甲后半段。前半段可能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事业。安尼来打拼，但已经一段路，今日嘛出头来咧体你事业。若呢，伫你后半段要创啥呢？就是今仔日上帝互你的圣职，尽力做牧师的责任，来帮助教会做真侪即个福音的工作。这是我安尼心中一最大的期待。李牧师，我知你是现代毕业。了后，安尼信主，经营事业，佮正式读咱台南神学院大学硕士毕业，头我讲因为事业的缘故，无法度去就任，太去台中带台南人较可能，结果安尼，今仔日咱会通甲成全，伫人生即款路途顶面，一个最完美的即个据点完美的一个结局，牧师娘，真正足帮助你的事业，头拄一切感谢了，我毋免阁感谢。伊安尼一个女强人，你知无？无论伫家庭事业料理真好势。伊个公司叫做罗德，罗德是女的，所以伊伫遐是做女的当事长。
上帝有赏赐伊3位囝儿，2个女的，1位男的。啊，这2个女的吼，大查某囝伫美国，伊是读音乐的，总是吼不务正业，看迄个做银行的工作，所以讲伫美国伫遐做银行的工作，啊做敢若像一个迄个主管安尼吼，啊才有成就安尼吼。啊，第2个查某囝也是做过迄个医生娘，哦，第2个查某囝甲后来甲先生起来，大家看出先生来无？后来，啊，伊后生就正好吼，后来全家啊，大家看一下那个正好。两个囡仔啦吼，感谢上帝安尼吼。多话不说啦，说到这里为止吼。搁一遍甲李牧师、牧师娘甲恁恭喜，上帝伫恁后半段人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应跟上帝，谢谢大家。要请上礼物。咱有真侪写李牧师的单位个人吼，要送礼物啊，首先是柯牧师娘来帮伊贴一个啦，来。这箱，来有其他的个人啊单位要赠送无？来，好来，箱，来下来，好来，我回先，我回先，来，李老师啊。推荐你是哪个吼？安尼我笑就好啦。阮富强教会吼，真多谢李牧师伫这年来，伊嘛是大家参与聚会，搁协助教会的这个大家班吼，也帮忙足多，真感谢伊用这个来甲伊说多谢。东宫教会代表来上礼物，大家谢谢大家，教会安尼把自己的家庭哈，要无要无去到家好好大家。是啊，你就起来，咱要享受请好书。各位贵宾，各位牧长，以及所有在场的教会的兄弟。我算讲书啦吼，而且来代表讲几项的社事多谢的话，我代表李牧师的家庭以及咱政同工来感谢咱今仔日才会参与伫红木的礼典，而且的牧者团，咱真多谢咱主理吴牧师伊是咱台南市安尼资深的牧者有伊来主持。若是身份甲地位拢正合，咱真多谢吴牧师，咱也多谢，来多谢，多谢咱的师会师会是咱的林明光牧师多谢伊。吴牧师呢，刚好伫即顶个月来受选，将做咱台南的基督教协进会的即个理事长，也表示讲是咱台南市政教会一个领导者。有伊来甲咱做主持，真大诶，即个祝福
咱也多谢洪文吉牧师，多谢伊的协助，个李牧师的母会是民族教会基牧师嘛多谢谢小华牧师因大家调话特别咱嘛多谢咱的苏琴苏琴，个咱的民族教会富强教会的圣团队，以及咱有真侪同工今仔日志愿来协助交通指挥来做布置做音控影视的摄影，个咱伫楼骹的招牌的工作，真多谢恁的调话。伫阮富强教会嘛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招做半个地主来承接即个项目的工作。虽然甲咱长老教会一般是有牧者，伊有项目，搁按上入伫是某一个单位。咱的李牧师伊的责任轻一半啦伊毋免上入倒位的教会，所以牧师你的责任较重就对啦因是成做一个自由的团队。那即个历史上有一款的积分无真侪，上代表性的就是保罗先生。保罗呢，伊嘛是原来咧迫害基督徒的，后来耶稣亲自呼召伊，伊就献身成做海外的使徒。当时罗撒冷的正教会嘛，对即个新的使徒有感觉焦虑，但是伊家己用伊家己的团队引带人信主，建立教会来证明是耶稣亲自差遣伊成做伊的工人。所以咱也用即个来祝福咱的李凡德，因为伊实在是咱讲海阔天空啦海阔天空。我会记拄仔洪牧师讲起，因为咱长老教会有真侪规章甲制度有去束缚着，这是咱一个机构不得不的一个制度，毋过拄仔好限制着李牧师会当真顺利来服务。这咱只有尊重即个规章啦。因为我有听见即个甲李牧师共年级毕业的团队，拄仔好。当时派去我的教会，我服侍的盐埕教会做团队伊是2009年莫拉克洪灾迄年，印象真深。3年后，阮迄个团队已经做牧师现在生3个囝意思讲若照即个资历照即个牧者的养成咱的李牧师应该是2012年伊就会当服务啦所以只是因为规章上袂当所以虽然是安尼，不过李牧师伊有一个上好的师傅，就是主任牧师，还是讲小会议长洪牧师，你甲引带，你甲带领，甲栽培，而且伊佫一个优点，就是因为伊无有固定伫倒一个单位服侍，所以咱对长老教会对圣教会对咱的牧师的福音教会佫伫独立的教会，拢会当海阔天空来服侍。所以有时伊的即份有伊的服侍，有时颠倒边伫长老教会即个所谓宗派内底，伊佫较开阔。所以这是我对李凡德的一个领受甲学习。所以这就是真正是上帝恩典甲疼痛我讲这个是表示讲，咱的李牧师呢，伊本身伊受奉立，虽然毋是就任伫任何一个机构甲教会，但是伊等于咱今参加的遐济，拢是伊的牧场的养分。若是国教会，拢是伊服侍的即个职场，所以是颠倒上帝要用伊，会当更较开阔更较开阔。当然，真感谢上帝，互伊有即个职分，因为伊真谦卑一直表达讲毋免。但是咱有感觉着讲，伫上帝国的国度足欠缺真正的牧者。我相信伊会当伫咱台南地区各地咱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咱也继续为着咱的李牧师顺利祈祷，互因一面谦卑。家己有事业，了搁咧服侍，等于是义务咧服侍教会，这是咱真大学习的所在最后咱又要说多谢咱富强教会，我是代表遮个阿牧团多谢咱富强教会总执同工提供遐尼水好的场所通互
咱今日先真顺序来推广来进行。咱小等下呢，咱礼拜煞了后呢因为咱有一个翕相所以咱遮个主角拢爱留伫遮。咱遮个亲友，咱若无赶紧，咱来3楼有一个简单的地点，伫遐3熟悉3头会大概是翕即个团体相，大张的团体相，甲牧师团的即个相了后，我代表咱遮个牧师团，我咧楼骹招大家做一个祈祷，咱就先来享用。其他的单位若要甲牧师翕相的个别咱就小来翕安尼搁一项虽然无有代表的教会请咱食大顿的啦毋过咱李牧师伊嘛足有新准备就是讲咱洪牧师有写一本册叫做《圣经中礼礼的附录》，伊特别的写一本册拄仔刚出版新的开始咧发行尔有写一个简单的详述，要代表因夫妇来说多谢，因为这本册是洪牧师的智慧的结晶啦但是咱的李牧师娘因夫妇奉献这印刷费，所以这本送互咱，的确是真好的纪念。为着讲这个册咱是毋是讲假使一个家庭还是夫妇摕一本就好，安尼大家人拢有机会人享受着假使若无够，咱富强教会的圣官队也是奖金，咱较后壁补偿就会使是安尼搁一遍说多谢代表这个中央牧师的家庭多谢咱大家的参与晚上的新闻事咱继续为着伊祈祷咱若有教会需要协助，需要指导，需要圣经的这个指导，咱拢会当来甲李牧师来指教安尼，甲你感谢多谢多谢。牧师，咱这个所在来讲详述，咱这个暗晡咧，这个来做结束，所以咱要唱上联圣诗591首，咱起咧。新任李光良牧师来祝祷。来，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伫遮祝福每一个参与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主大大的祝福，伫即点甲永世代无尽。阿门。咱有来起立啦吼，咱有来起立。咱要请暗晡团退庭。